宪哥，你说什么样的游戏才算是一款好游戏？看，好游戏啊，画面一定要酷炫，福利一定要多啊，玩法是要复古又前卫，什么功夫明星、流量小生能请的代言，通通都给请上了。游戏内 BOSS 要多，爆率要高，随便一打满地 bling bling 的啊！哎，怎么厉害怎么来？你说这么爽的游戏，要不要充值啊？我想怎么也得要首充一下吧。只要玩得爽，充不充值这还重要吗？什么叫做好游戏？啊，好游戏玩起来就一个字，爽。96M 快乐缤纷的替代，96M 衷心期盼你到来，96M 值得信赖，尽情嗨，你想开心你就来。